胁迫。你知道啦，巨流公司出咗事之後呢，咁我就想偷偷地翻嚟內地盡快係解決呢個公司嘅問題，然後再偷偷地咁翻香港。咁就因為咧，就係我呢次翻嚟內地咧，係配合呢個司法調查，咁就係需要指證一啲人嘅。咁我就好驚呢啲人或者佢哋屋企人知道咗之後咧，就會對我同我屋企人係不利咁咧就唔想俾外界知道，亦都係唔想留低出入境嘅記錄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係採用呢個偷渡嘅方式。李波表示，其實咧，我翻嚟協助調查咧，算係我個人嘅事啫。我同我太太咧都唔希望話俾人利用作為呢個政治活動嘅工具嘅。我希望嗰啲喺利用我嘅事嚟到炒作嘅人咧，就唔好再喺度繼續大做文章啦。居英權呢件嘢咧就俾好多人炒作啦，咁變得個事情係比較複雜啦。咁所以我就係決定放棄呢個居英權嘅。呢件事咧，我已經同我太太商量過，亦都得到咗佢嘅同意。李波表示，在协助調查期間，人身自由和安全都能夠得到保障，家人也曾來探望。他說希望目前的事件能夠得到圓滿解決，自己回港之後將對非法出境一事負責，但就不希望再被傳媒追訪。鳳凰衛視調查記者小組報道。